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個俾人哋將嗰個街霸惡搞嘅視頻啦。咁呢個事源就係呢，因為喺外國呢，實在有太多人都俾邪靈附身啦。喺外國嗰度呢，實在有太多人俾邪靈附身啦，所以呢，有位外國人呢，就索性將呢樣嘢呢，就惡搞啊！用個街霸呢個遊戲嚟惡搞呢一個情況啊！因為外國實在有太多人俾邪靈附身啦，所以呢，就即係佢眼見啦，可能眼見呢，即係採取呢個躺平態度唔處理啦，所以呢，就索性將呢件事呢，就套用落去街霸嗰度用嚟惡搞啦。首先分享下先呢個。USA Round 1 Fight 波拳昇竜拳波拳やったぜ行くぜPerfect. You win. Japan. Round 1 Fight 真空波動拳やはや波動拳Round 2 Fight 真空波動拳 You win. USA. 好，跟住就呢個啦。Thailand. Round 1 Fight サイコクラッシャー Round 2 Fight サイコクラッシャー You win. 好啦，分享嚟到呢度啦。佢哋而家喺度採取呢個躺平態度唔處理啦，由得嗰啲人呢繼續俾邪靈附身嘅，而且個數量都越嚟越多嘅。外國嘅情形就係咁啦。